花了很多嘅钱来带俩旅馆。沙土岛呢，那种监房无所强力，也是呢，当到嘅沙皮都非常强嘅状况吼，佢心情听说会当唔好哦。佢看下嚟呢，家下嘅片段，生下嚟呢，按照强下嚟呼吸，当到嘅机器行过词汇了。天呢，就系教大家冷气，客家话用办讲呢，冷气，冷气。比方讲，你会讲冷气是不是坏掉？冷气系唔系坏掉？冷气系唔系坏掉？嘅男士人我用办讲呢？冷氣係唔係快活？冷氣係唔係快活？三個嚟，你嚟學習就係床、眠床、眠床。你的床上怎麼沒有枕頭跟被單？我眠床用冇枕頭、老被單。我眠床用冇枕頭、老被單。男士人愛用辦公呢？唔嘅眠床用冇枕頭同被單。唔嘅眠床用冇枕頭同被單。三個嚟學習就係電燈、天火、天火。這間廁所的電燈好像不會亮。第二間偏數嘅天火，親像唔會錯。第二間偏數嘅天火，親像唔會錯。男士人愛用辦公呢？一間偏數嘅天火，親像唔會錯。一間偏數嘅天火，親像唔會錯。等好哦，你學習嘅詞彙留短句以後呢，接下來就係機器教學嘅部分咯。短劇有提到，一旅館嘅間房冷氣係唔係壞掉咧？嘅你呢就來學習一下，按用版來問下間房嘅東西壞掉咧，然後按用版來回答。比方講，間房嘅冷氣壞掉咧，天火壞掉咧。你條客家話應用辦公呢？請問間房有乜嘅東西壞掉咧？請問間房有乜嘅東西壞掉咧？請問房間有什麼東西壞掉？男士人應用辦公呢？請問間房有乜嘅東西壞掉？唔做地講。間房嘅冷氣壞掉咧，房間的冷氣壞掉了。男士人應用辦公呢？間房嘅冷氣壞掉咧。等好哦，也係而咪做地講，間房嘅眠床壞掉咧，房間的床壞掉了。男士人應用辦公呢？間房嘅眠床壞掉咧，也係天火壞掉咧，應用辦公呢？間房嘅天火壞掉咧，房間的電燈壞掉了。男士人應用辦公呢？間房嘅天火壞掉咧。大家都講得當好哦。哇，好得啦呀！飯店嘅人算有心哦，接到電話嘅時間就馬上來處理咧。韓國啊，真係冇想到，哇！你嚟裝天火水電嘅師傅係什麼人呢？嗬！哎呀，帶嚟嘅安排唔知後面阿明老阿咪有水好冇啊？佢也下呢，你去看下嘅，記得今日早上以後退房嘅時間。還會發生呢條嘅事情咯。